我给你们看看现在这医院是什么状态了啊！已经看见了吗？这是医院里边啊，家里有孩子的能不出来千万别出来，这个事儿现在远远比你们想象当中要严重，知道吗？真的非常非常严重。看这里边，现在这是医院里边已经是什么样了，看见了吗？看这跟他妈生化危机我操，跟他妈生化危机一样。大家都不要说话了，听我的，安静。首先，珊珊把所有看结果的人全部在外面排队起来。对，看结果的人跟着这位小伙子在门口去排好队去。啊，我们这边排好队，先出去排好队，不要紧张。我不知道这是叫号啊还是排队，叫别个病人在这里站几多小时，这不是互相交叉感呐？你叫号就叫号了。所有看